这个昨天那个小 S 跟罗志祥那个最后那个动作，叶老师示范是不是？半夜流水啦，这个就是按行业来讲月光饼，月光饼就没按到番薯饼。我可以扒一点来吃啊。怎么样？口感怎么样？好吃。闹热大擂台，闹熱跳下來。各位親愛歡樂兄弟姊妹，大家好哈，我係羅時豐啊。大家好哈，我係羅時豐，大家好，我係羅時，你做嘛啦？沒有啊，中秋節啦，送禮啦，送禮啊，客家甜心送禮啦，對呀，嘿呀，送個花給你們。哎，花，對，哪該東西花？哎，新專輯哦，紅花啊，我新專輯裡面望路的紅花，沒啦，望路的春暉啦，對，哦，這是你最新專輯，就是你是真的未來呀。在過這幾年當中，哈，你應該是最新的天后級的台語人物，台語的天后級歌手。呀，嘿，按那個海軍呢最新專輯，好，網絡的春暉，按客家字體哈，雖然唔係出客家歌曲，係出好多歌，按咩強要同佢多多支持下咧。希望有一年嘛可以出客家歌的專輯啦。係有機會嘅話，有機會嘅話，做一定做得出。好，大家多多支持下啲海軍哈。哎呀，因為我進行啲歌唱比賽嘛。也按你下比嗎？唔係意思。我先唱唱歌嘅啊。先唱唱歌嘅，嚇最後嚟唱好啦。未啦，機會留伴大家。好，大家看到出級嘅比賽以後，真係好好聽下嘅成果。不用強送啦。好嘅，不用送啊。是。積分賽比賽規則，每禮拜有無同樣嘅主題，參賽者自家選歌嘅，經過6禮拜嘅比賽，累積分數最高嘅前3名就可以進入到年冠軍嘅比賽。咁你夾到進行級嘅比賽啦嚇。係，歡迎評審先生，一家數先生，齊這位先生，齊4位先生，6位先生。比賽之前，先有請到國寶級的來講一下，今年新專輯有乜個看法？啊，唔係啦，比賽規則。我先講比賽規則好啦。今日中秋節嘛，中秋節做誒希望大家吼，共下誒熱人人團圓嘛。熱人都係團圓嘛，哦，團圓，大家團圓嘛。政府為咗愛團圓，所以呢。今日節目呢有得冇共同，希望呢比賽的各位呢，把你的學長姐找出來團圓一下，那會大家特別要團圓一下，讓他們呢跟學長姐對唱。哦，對唱。對唱啊，給規則冇共同，所以你要表現你自己最好的一面，跟學長姐對唱，分數是打7格嘅。哦，學長姐冇列入考慮，但是你的表演要跟學長姐怎麼樣子有默契，體重要，好卡住。好啦，今日係幾位比賽嚟？體組歡迎林成義帶嚟梁先生帶一唱法開了。哦，佢兩個帶嚟共我唱啊，開了就彈開啦啊！今天找了鬧熱的冠軍歌手龍軒軒來幫我助陣，相信大家對他一定非常不陌生。軒軒雖然年紀小小，卻有唱將級的實力，但我也是非常努力的在練唱，相信這次有他的加持，我一定能夠奪得高分哦！耶！有頭髮，有
但是少了你，少了你，偏爱看童话。对你的思念随风，一层一层钻向天空。你有太多梦，有太多梦，爱的思念，爱总算明白求眼已讲计法，你爱习惯于三人困童话，你爱放下心中的牵挂，爱好袂去甲伊撒转无下，对你的思念若是简单易发，就像是天上铺满的童话，梦你的感受本来变变空童话，爱上爱永远放下，对你的牵挂。爱总算明白求眼已讲计法，求眼已讲计法，困童话，你爱放下心中的牵挂，爱好袂是甲伊撒转无下，对你的思念若是简单易发，就像天上铺满的童话，无你的坚守本爱变变看童话，爱上爱永远放下，对你的牵挂，对你的牵挂。哇，东江的一条歌曲哈。好漂亮海哦，景姐姐好，太漂亮了。两位你有没有认识的呢？天川日，我忘了。哦，因为田传义啊，田传义真係客家嘅嘅動態嘅嘢嚟嘅，動態發通。唐講大蠻多人提一片，原本唔熟悉嘅，我認識大蠻多嘅好朋友。係啊係啊。然後今日有乜嘅歌唱比賽啊，還有乜嘅聚會，就結合起來，大家一起報名，非常好。嗯，我後來因為來到人哋客家電視台、鬧熱大擂台有行嘅熟悉。錯，嗯。所以你這一次來幫他的忙嗎？對，嗯。是。那你覺得有拖累他嗎？沒有，他進步很多，而且人整個也漂亮了起來，亮了起來。小女人呢？係啊，交你男朋友了？交女朋友了嗎？我沒有交男朋友。沒有嗎？我真的沒有交男朋友。騙我？嫁了嗎？沒有啦。小孩幾個了？沒有啊。有沒有去夜市啊？啊有啊，他那天有，他那天有去，我有去吃雞排。有吃雞排啊？我嚟了解今日帶來一條歌嘅嗬，配合到樣板啊，你聽一下呢。羅國立老師。好，心宇哈，心宇今天選這首歌，先開始講嘅時候，董事和吳公演咧唱啦哈，因為我記得我之前講過，兩個嗓音係溫暖系的哈，對於這種抒情歌曲來講，兩個嗓音特別能夠把它發揮到很好啊。但是我就是懂好奇，今日會請萱萱來讓你搭創一首歌曲，因為基本上萱萱的嗓音，這個嗓音是佢用講故事嗰種型咧，它是說故事的方式來表現歌的。啊，你呢，你純粹就會用兩個嗓音到歌誒，很好的詮釋出來。所以
我看到两首名单，然后创业属国的时间，其实我心里面是期待又好奇的，因为你们两个声音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哈。创好了，我觉得还是有蹦出你们的该有的火花出来哈。你们切分部分的很好，分配的恰到好处。然后重点是那个 solo 是我的原唱里面没有的，所以那也是你们自己的创意。就是轩轩 Hellboy 你们在合唱的时候，副歌的时候，轩轩在后面在唱 solo 那个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对不对？对。好，那给他部分有帮你们加到分。好，所以我一直鼓励参赛者，如果把你们的创意跟想法唱在歌里面，唱在别人的歌里面，会至少在我这里会很抢分啦。你们今天表现，我觉得很棒，我很欣赏，加油加油，谢谢。好，是这样子。好，一轮的超。哎呀，提供了学长姐哈，学长姐弟哈，哎呀，都在帮助到你们了。对。哎呀，来看一下分数，来。来看林胜仪的分数。91分，没差。哎呦，这个学姐啊，学姐厉害哦，帮了很多啊哈，91分，对，很好，很棒。后来恭喜2位好吗？谢谢。还有4个礼拜吧，4个礼拜，谢谢礼拜的，好吗？好，来，加油啊！休息，莫太多，莫等到哟，做上夜的哟。这样蛮漂亮的啦。来杀来。李金元还有陈建基带来一身情。来，等过来。今日6强呢有对创，陈建基呢，佢係藝15歲認識咧，佢基本嘅呢，聽到講要尋對創，佢當然是，佢啷係對創，我當感謝佢。在家嘅鼓勵之下呢，我一定要拿出我嘅實力。莫松叹莫盼，你的那蓝天的面皮，你係愛綿天的良山，由你來作伴，在苦愛唔驚。一切愛簡單，無人能取代你的營養，用你的心，用你的情，甜蜜的聲音。你的營養，用你的心，用你的情，甜美的聲音。有冇睇㗎？真的嘞，一神七耶呢。哎呦，批他都天衣无缝了哈。真的，还有走位呢。你看起来也没有很年轻啊，这个老少配，你啊，你。人家小云云很腼腆。对呀。哎，云姐，你要么挺阴森哦哈。哎呀。15句噶哈，比赛，
向他注重那个。哦，注重啦。哦，注重啦是什么？带重啦。又新带又新哦，猪。向我带重啦，还有是唔给是向我来比赛啊，做你说是。哎，天意广州本人吃的。哦，吃的。哦，安尼今日也这个有学长有天数到吗？有啊有啊。有哈。伊为了俺去讲起啊，所以俺当拍摄，去当委屈。哦，因为要去迄佛西摩西摩耶。哎呀，西摩，所以西来的窗户去要较大。哦。哎呀，所以你还 OK 吗？就是。是有比较低一点。比较低一点。讲话都低一下。啊，对，没有发挥到你的这个极致，对吗？哈。啊，刚刚那个舞蹈是那算舞蹈吗？你搞学妹吗？没有，就是手会变一下而已，没什么舞蹈。哦，对对对。哎，怎么变？再来变一次。对对对，刚刚没有看仔细，带来音乐在。哎，你今天就少了一个帽子，因为真的太像陈雷了。没有帽子，整个都不对劲。对呀，黑嘛，你要戴帽子。特殊造型的呆了一张超法，对不对？好啦，今日安尼见鸡兄来同佢天数，可以拍拍假豆粉嘛？好，向那边欣赏的公平啊，来。叶嘉修老师。哦，好，两位刚刚出场的时候，我跟哲伟老师说，怪怪的，这两个唱起来会画面是变成怎么样子？不过发现给。金云姐姐哦，你唱歌啊，就她很自在，都俺品多给按多宠了，就是今天的声音就很自然，很放松，就是没有那种压力，就是好像因为我们陈雷哥哥在哦，就给他一种感觉，觉得说，反正我就很放松的唱，就把它当成个木头放在那里就好了啊，我会走来走去绕一绕这样哈，那些设计就是设计，那种感觉是对俺来讲啊 ，Conny 来讲，哎。听起来的感觉说，哎，今天金云的声音特别的好听。用你的心，用你的情，就是完全没有压力，很放松的那种声音哦。所以这个功劳要记在这个建居身上。因为嘿嘿，还是干过工，他也放了，就是说你刚刚说音太低嘛，有点呆嘛，对不对？那可是因为这样。反正你的声音变成是一种很宽松的声音，轻吃人有个表达，然后歌的抑扬顿挫、共鸣位置，用清后是还是干嘛？很好，点兵的表现是清后这样。哦，好，谢谢。啊，你这个看一下分数了，好吗？啊，你今日的分数。好，90分。先恭喜两位哈，还有4礼拜，好不好？4礼拜才编来的哈，金明基哈，加油啊！谢谢建基兄哈，来帮忙哈，谢谢，回做设计。好嘞，撒下来。彭县人老刘勉强带来心想事成。来，好啦。今晡日我邀請一位欣賞級嘅人物來咱嘅天數，演唱嘅時節也幫我簽到寶貴嘅意見。我留意合唱嘅歌曲《心想事成》，希望可以感動所有嘅人。加油！因为孟青老师来，今天这首歌的部分，我还知道帮先能感动到的分数哈。不管用啥的唱歌的时间，还有用啥声音碰撞出的火花，是让我很惊喜。三分天注定。人不想迷惘深圳，嘛人不想心想事成。成功路途不会
有灿烂前程。明生娘运输忠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一点汗水，一分书生。春发秋实此一天，望大家心想事成，美梦成真。人生命运书忠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一点汗水，一分书生。春发秋实此一天，望大家心想事成，美梦成真。是蒙太港。你好，帅哥，牛哥你好，哦，海军妹妹你好，好久不见，好久，我跟孟木姐之前有见过了。是啊，你可能没见过哈，没见过。没见过，T 白年初次见面。董辉聪哦。有啊，今天周信上的呢，开班授课了。哦，现在已经在开班授课了。有2班。2班啊？有2班。哦，一班他们都有一朵是啥？我有晚上班50个人，将近50个啊，下午班他少20多个听。哇，那么一般那么多人，你怎么教啊？ 70啥？你才一个身体而已，一个喉咙用得高啊？歌谣班他简单呐。哦，比较简单哦。对对对，还就有他的程序存在。难怪有一些老师说他们最近这个学员很少，全部都被你们抢去了。哦，在孟青老师。那代表厉害啊，有口碑啊。两边有认识的啦。伊然后上诶。唔系，朋友的朋友介绍。哦，朋友的朋友。所以之前有硕士嘛？之前冇硕士。冇硕士，所以因为也拜阿勒提天书传的硕士。系错。好，所以你感觉两位配合起来，以欣赏的角度来讲。冇人讲啦，哈，他是阿强他创国的朋友啦，哈，他很棒，那两下子讲，桃花剑居，他配合女生，我是配合他，就是那个 key， 我配合他的 key。那你刚刚是唱高八度还是？没有，就是我本身的声线就有比较高一点，所以跟男孩子配的话会比较也算 OK。你声线它有点那种美声的唱法，有吗？哦，所以。那个音域也是可以很广，也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的啦。对对对，配合得很好。跟合唱的时间有指点给嘛个东西吗？他已经唱得很好啦，嘿，他已经唱得很不错了。真的吗？我说自由发挥，按住后要出国，它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哈，那个拍子长短音哦，之前创有的会不太对，啊，孟青老师让他提醒他呢。啊，孟青老师还有讲，你要嘴唇要放松，咬字不要太硬，然后上半身尽量放轻松一点，有上半身，这样吗？要多松，像刚刚他那么松。哦，你都是松旁边啊，我会松前面。喂，坐后面。好啦，来谈一下。特别谢谢孟青老师了，因为基本伊按部要没有班的啦。一开始也有呛几个，记住因为有班，对学生不好意思，责任感太重了。错。但是我就坚持要找他，他说学习嘅3季嘅劉備三顧茅廬孔明啊，就唱3拜，記住買感通這樣出來。哇，對，講啦，特別謝謝他。是，沒關係，這個錄完你就可以回去教課了。還來得及，沒關係。好啦，唐麗玉先生來講評啦。這位老師，好，不敢當，孟青老師好，哈。徐老師你好。我必須要說。
贤能读的老师，我知道懂非常的幸运，因为孟青老师教你懂的哈。我先谢谢孟青老师，因为孟青老师来，今天这首歌的部分。 我还知道帮贤能感动到的粉书哈，不管用啥的创作的时间，还有用啥声音碰撞出的火花，是让我很惊喜的。我先讲那就是孟青老师没有话说，他就是已经是老师级了。那贤能呢发刚才龙叶嘉修老师刚刚我发现贤能好像有把我们过去龙给讲的球弹落去哦，譬如讲以前他抖音的部分呐、会让他的 pitch 跑掉，连他唔会哦，连数歌曲唔会哦，然后 pitch 已经很准了，然后歌曲的细节，我之后做到懂好，跟住你懂聪明的地方，因为你大白献歌，你那种的歌型哦，对你来讲真正懂适合。三分天注定，一分靠打拼。我当希望两三件要表现我本当歌的分数，加油！哇，谢谢老师，哇，那就靠分数好吗？来，凭贤能的分数。 是否了？对啊！你看到这个分数，对啊，老师来加持真的不一样。当初的坚持是对的，一定要请孟青老师出马才可以。哎呀，那分数你看就不得了。真的。好了，恭喜两位，恭喜！好，谢谢叶德老师，谢谢老师哈，谢谢安子姐，好了，回座休息。安尼沙好了呢？披云，哎呦，人带一撒，带两撒。哎呦。哦，刘一统，刘一成。哪个歌？陆凡凡。 好了，唐啊！我今天邀请一彤和奕晨来帮我加油打气。我们经常在外面一起表演，所以我们的默契十足。请大家来一起欣赏我们的演出吧。路弯弯，吹得凉风，后把水呀。 树头弯弯，叶头蓝蓝，天涯朦胧，看树的呀长长。
家刚成立的一团这个少女队，认识多久了？其实我们是表演的时候就认识了。表演时在什么时候？从我们比完就是闹热的时候，我们就去表演了，然后在表演的时候就遇到好朋友，对，然后就想说他这次需要帮忙，我们也要帮忙他。他唱歌哈真的是进步很多，他们两个哦，我才看到他们的蜕变。哦，你们我吓一跳，讲快一点，看到他们的退步，蜕变。真的，我觉得你们以前肢体动作冇按好啊，冇按沾。是后来有去练舞哈？有去上课。妹妹以前好像有一直都有在练嘛。对。你没有？哦，你后来才跟妹妹一起加入去练。对。一同是我们踢10几个踢多名？我是季冠军第4名。第4名。那我是第2名。你第2名啊？那你不要讲话，你比他多2名。你是说妹妹比姐姐优秀？都非常棒。姐姐会生气呢？不会啊，感情很好了哈。安尼根本也两边的团体天数，唔伫表现的样板来抢一下那个。世慧老师，好嘞。我们先讲一下哈，就是整体上面，其实我还蛮喜欢金碧安的 team 的感觉。苏国伟、雨欣老师想要感觉呢，你们真的还发挥的还蛮不错的。不过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批云哈，金碧大家用机摸了哈，确实啊哈，他们帮你加了还算 hold 住的分数啊。好，应该说是他们给你的帮助非常大。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从你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你的部分哈，我觉得你是被他们拉着走，被他们2姐妹拉着走。好，就迄要两姊妹夹着被相当吃眼，因为迄必须的人，所以我们较紧张，所以在肢体动作也好，还有音色上面的音准上面也好，反而比2姐妹弱了一点点。好，这个是我听到的感觉。好，杨安他们都会感觉。所以说，你说肢体的表现上面，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加强。但是音色上面呢，松拜然后你一直强调讲鼻音的问题，你上高音的时候，这里一样破绽非常明显。好，所以我希望讲安尼团体，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乐见，真的很乐见你们。然后2位姐妹，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好。OK， 好，谢谢老师。再来看一下分数来。批云的分数。哇，94分啊！哇，你看根本也呀。好的队友真的就是帮你加很多分。哎呀，如果是猪一样的朋友，那就完了。我觉得你最近讲话蛮猛的。真的，不要找猪的朋友。对，好的朋友分数就特别高。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来帮忙啊，也恭喜你哈。恭喜啊哈，按高分，还有4个礼拜再拼一下，好吗？加油！好来，回座休息。3號咧，總理老劉基一帶來人生舞台。喂，坦克了。我这一次呢找了季艺书，他是之前赛制20关的参赛者，他非常的会唱，那跟我的音域呢也非常的像。这一次呢，我们练习的时间因为不是那么的充足，他忙我也忙，所以我们昨天呢只在电话里面就是稍微练了一下下，但是我相信凭我们2个人的实力，唱出来一样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感觉。脚步踏稳土理想，一步一步莫行偏。台上演绎3分鐘，台下好似3年功。台上
前程莫乱闯，日不连天必空。人生舞台已难言，人一路可自见。脚步踏稳，图理想一步一步莫行偏。台上演戏3分鐘。台下好似3年過，為創前程莫亂闖，日不連天必空。罗哥好，你好，罗哥请坐。哎呦，我看到这个椅子，我就会想到飞哥那个节目。请坐。不好意思啦。哎，上课了。上课了。嘿，哎呀，各位学员，哎，有没有做好啊？哎，怎么会有这么棒的 idea？学生老师，这个是不是？大概情景啊。哦，也是很张力来讲的哈。应该是说，就像一个老师在教一个学生，说我今天在舞台上面的一些，应该算经过要怎么样走才会就是顺利，然后不要去埋怨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你是老师，他是学生，他是老师，朋友啦，谈不上是老师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罗哥好，罗哥好。我没想到刚你一开口就镇住全场。按叫我糖豆很冲国诶，又是一位忘年之交吗？还是炉火纯青呢？他是应该是这个来报告一下嘛。呀，老罗哥您是挺久的哈，差不多15年前有从飞扬机啦，都飞扬机当过出首师。给我们这个远航的科长长，科长长。你好，你好。啊，后来就是来参加歌唱比赛。哎，这个勇士算一开头哈。有7、8年前了。7、8年前，係有當久以前。啊，比到乜嘅長度咧？咩冠軍對嘛？20關啊，幾時有20關？電視劇比20關哦。係啊。嗰樣時都從一關比到20關了呢。哦。今天找到這個強手來吞天數，真的很棒。最主要是張力自己很努力啊。青山嘛。係啊。拼了。來看一下兩位聰吼，表現都樣板。羅國立老師來。哎，羅老師。我今天要講的是張力，你找到這麼好的一個搭檔來幫學長來幫你加分，真的對了。然後呢，你今天這首歌《Give Me 亞洲國》表現，讓我感受到是一種歌中劇跟諷刺的表現哈，有演有唱，那我覺得也 OK， 也有感動到我，尤其是兩個男生那種陽剛的氣，在整首歌裡面張力表現到可圈可點。好，這首歌氣氛你們有做出來。3分鐘，台下好似3年過。那今天基本上你的表現也是 OK 啦，也是分數應該講不會太差，加油加油哈！謝謝謝謝。我們世慧老師有想法哦。其實當然，因為羅老師算是我們鬧熱裡面的資深的評審，所以他看過資深對。他看過劉基義先生，我是頭一次，但是說實在，你的聲音真的很讚。但是我現在因為重點還是放在張力身上，你今天的聲音其實是對我來說，我是覺得是不穩的。好，韓瑜一招師請坐在講你的唱腔的部分，像這種歌曲的類型的唱法，對你來講應該不是難事。可是我還是覺得，就嘉修，我要重複嘉修老師說的話，唱歌就像講話，講話就像唱歌。可是這個部分的表現你是沒有的哦。OK， 你幾乎就是只有唱歌沒有講話。好，這個部分我們可能要注意。OK， 謝謝。哦，謝謝所有老師，念之在之，就是希望你有一點改變，好不好？期待哦，好不好？盡力。後面4個禮拜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張力，好不好？對。好，基兄，
安子 C 哦，吼，来登记天数，嘿啊，嘿吼，哇，分数蛮看好的，还有还没全看到了，快总列分数。云波光风转凉，苍茫一头射光芒。昨天那个小 S 跟罗志祥那个最后那个动作，叶老师示范是不是？哇，分数蛮看好的，还有还没全看到了，快总列分数。谢谢，感恩，谢谢老师。我看老师至少就帮你加了10分。没有，没了。那也太惨了吧！谢谢了哈，谢谢，安子 C， 大哥谢谢。好，恭喜你，好，还有4个礼拜再拼一下。OK， 我会尽我的全力。那椅子搬回去，好。我们不要抢那个工作人员的饭碗。先回座休息，休息哈，谢谢。怎么样？坐着啊。哦，对，站了一天也累了。哎，对啊，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主持哈。不知道长官会不会怎么样？应该偶尔一集这样玩一下，应该唔怕啊。真的吗？对吗？观众朋友应该接书吧，他就说，阿莫期待的动开呢。哦，干讲薪水比我干嘛？啊，薪水要干嘛？站着有站着的价码，坐着有坐着。那站着。好来，3來。翻面問題係要留總鳳儀帶嚟茶山演演。好，嚟談看啦。今天我董永新邀請到一位大學姐莊紅茹老師來聽述我主持。在練唱的時候，老師都鼓唱唱，幫我動態的幫助，老指導。相信有佢的加持，今天我聽到的打敗其他對手拿到高分。
新婚美人归哦，跟真的吗？那很简单的嘛，挑起了球都赢。像那个昨天那个小 S 跟罗志祥那个最后那个动作，你确定吗？等一下我检查一下我的安全裤。当当当当当当。哦。还这样来。腰还好吗？啊，很细耶。来，换你们俩试啊，意思。做我们的啦。哒啦哒啦啦啦。没有。哎，他被你教坏了哎，他现在会来这些有的没有的了。综艺梗哎。叶老师示范是不是？啊，叶老师来。来，老师来，抱一下来。抱一下，你们很搭哎。真的啊！有请叶嘉修叶老师来。嘿呦嘿！我觉得叶老师很适合跟牛哥一起耶。嘿，对，他个子这么的秀气。海豚呢？我还以为我要给他抱了。喂，玩够了没？我们国宝级要好好珍惜它，很稀有的。真的。哎，对，可以了。谢。对，恭送老师。哎，都几岁了？7、80岁还呢，减肥呢？人家是开玩笑，宝刀未老呢。真的，厉害呢。2位很用扮演色的哈。本世界伫咧只单元讲啊，就有老制作单位讲啊，想讲请给洪儒老师哦，来让来指导啦，因为热体给公益术馆的，当然也都唔请佢，我请嘛。艺术馆的刘记忆算啊，不是刘记忆是后面，不是。喂，你丑一贴已经宽。替白。TEV 脱颖而出20关的卫冕者。哎呦，那合作上呢？有冇个？中间那连聪的老师帮我动都指导，一条样种管用的常用的表演啊，给我相当大的建议。真的找对人，找对人。那有练习吗？有练习冇？练一拜。一拜啊！啊，中间冇发生嘛有神奇的事情？因为佢我讲开了哈，因为佢亲爱的时间有冇哈？但是那个时间很紧迫，所以我想讲啊，我们先要，因为我们自己从来去呀，给他上各方面都不清楚，所以我给懂哎，我就找了一家音响店，就是专门租那个卡拉 OK 的哦。我就跟他讲说，应该 key 也蛮长，因为我们是用原 key 降 key，然后再把那个感觉，因为一讲重有些声音太爆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因为茶山音乐是一种很美的一个境界，因为重音要杀人的感觉，杀气很重，知道吗？对，好像我想我追不到你，我要把你宰了那种感觉。所以说我就跟他说，你可以把它改成柔一点，因为谁模音嘛，你给你弹下温柔的味啊，就嘛哈，你太凶的话，女孩子就吓跑了。对，怎么可能给你结公婆？茶山银眼的呀，他损失得问。对啊，所以就慢慢的啊，刚刚我还跟他讲说，哎，我们来个最后一个 pose。哦，就是刚刚那个是。对，我说你的腿力够力吗？我把他坐下去，他跌倒了。他说可以。他们会给些18斤惨呢。对，就是摸警察。好，摸警察，给他叫下床啊。那个跪着那个比较轻松啊，就是要用跳爆。对，像刚刚那个好厉害哦，对不对？那下次你的演唱会我来表演这一段。这位老师，我觉得俺之后，学长姐转来一起合唱，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就像给每种球节，大家团圆，然后我们很开心的，不管刚才说什么，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大旅团最重要的精神。俺先讲庄老师是什么以来？俺没不好意思，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评老师哈，我也不敢讲评，我很开心在这边。听老师唱歌，现场听，我觉得当初的20关真的就是实至名归啦，哈，我觉得很棒。那
谢谢你来帮明文加很多分数，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几个参赛者，他们本来在我的心目中，我都觉得他们是资优生，可是可能碰到老师了，一方面紧张，一方面可能又要求自己。故事讲，第一被我先当杯文爱莫安满意哈，比如讲慢文歌，我觉得是 key 的问题，可能是 key 的问题，因为他有很多优势，比如讲佢唱歌诶，当唱讲法。有人生的经验，故说佢特别唱歌嘅人都知道讲，佢当唱拢来讲法，用唱的当后堂。我有时候甚至不用耳机，我都享受他的表演。不过因为可能因为 key 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来调 key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状况？因为你专一看转播哈，那个你很多的那个尾音啊低不下去。key 要调好，不然就是你要把你的低音练好，气练足，不然的话很容易把你这首歌整个破坏掉，很容易被老师 set 的。对表现的时间，不过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金币6组6杀哈，那之后你们6杀唱两首歌曲最合，怎么合法你知道吗？你看菜茶歌。就是一个温柔婉约的女生，然后再加上一个，你看她这样很霸气的男生，山上下来的感觉是我就是要得到你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很好的，只有那个一点点的小瑕疵。希望 Hellboy 还有4礼拜，加油，沈梦怡，谢谢老师。好，安子生，好，安子生，安你这个看一下廖咪的分数了，好吗？好嘞。係翻美文的分數。因为台之中，分数都很高，朋友全部都同伙啊。对呀。所以要有学长姐来帮忙，真的是助力很大哦。哇，我觉得这个主题浓厚呢，可以激发那种潜力。哦，希望我们这个制作单位，我们制作人常常设计这种哈。对，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没做的夹夹看到人家的。啊，这些，谢谢他的分数，好的，恭喜你哈。好了，2位回座休息。传统组的比赛啊，哈，安尼6强比赛已经进入第1礼拜哈，大家看到安尼流行歌曲组带的双人呢，安尼哈对唱以后，学长学姐制，下礼拜安尼传统组的哈，单枪匹马，让我的皮特牙呢，哈，让我的皮特牙做过中秋节啦，哦，我来介绍安尼隔壁的评审欣赏，李秋霞欣赏，张启国欣赏，曾敏欣赏。温馨重欣赏，好，安尼欣赏介绍题哈，按上礼拜，安尼流行歌曲主要抢到一个金曲奖歌王。哇，金曲歌王也是同好看的，好，下礼拜嘞？下礼拜，安尼传统组抢到一个金曲奖歌后，董伟昌，厉害，也还没桃李满天下，学生一多的对吧？知名度非常高，非常高。哎呀，是我们客家界一位非常具代表的人物，弹起后堂的歌曲。欢迎翁风主。一
凤珠老师。哎呀，帅哥美女，你好，很久没见面了。王老师，你真的是越来越厉害耶！越来越厉害。当了老师以后，那个唱歌唱到已经就是天籁级的那种嗓音。哎呦，是梦一个哦 no 真的呀！出生就是要冲国味的，然后那个声线说好适合唱。好容易讲出世就要来唱歌的，真正有够厉害的。给用慢点上服务生呢，给用慢点服务生呢。没以为之前王凤主先生哈，在人民国多年的时间，一路参加呢。农业大旅，嘿，300首下团。嘿，其中后来7家出去，大学生的、高学生的，7家出唱片。7家出唱片哦。7家出唱片。系哦。哦，也真因为后来像我都冇歌的，因为对歌唱也部分。什么的啊，冇唱的啊，录卡了就好的啊。係啦，咩要請到貴人來幫出嚟。貴人。唱我嘅戲名嘅先生就係李秋霞先生啊。哇，李老師你真的。車啟國先生有咩係？馬希亞先生哦。係啊，我有去嘅演古班，嗬，唔過嗬，朽木不可雕也，我冇見到，冇見叫出嚟。但是像後來有冇想講，會出一種7家 CD？哦，因為嗬，我啲足動田創業得個超級組冠軍嗬，我超想我拉一次結本係建議啦，佢講。你嚇冇做過比賽咧，然後即個上任留下來，留下來，我是想講，來出一張唱片看來。你知道嗎？他那一張專輯是我們客家首次得到藝術類獎的一個獎項。專輯獎嗎？專輯獎，專輯獎係最大一種。藝術類可能有分很多不同語言的東西，或者有歌仔戲，或者有客家戲曲之類的，竟然是。王鳳珠老師這張專輯得到也最高的殊榮吧，300首下台，你一下就被得獎。咩嘅？上來你客家山歌有名。後堂。人家唱得好啦。今天很榮幸啊，可以搶到鳳珠老師，然後邊個能睇個唱得按後堂嘅歌誒，見邊嘢。嘛有唱到伊擔任我們的客座評審。哦，有閒嘛？有時間嘛？可以嘛？佢留下來嘛？冇講得。冇來到呢一位就有閒。哦，安尼真麻煩咯。坐到嘅安尼嘅參賽朋友給他指導幾下下，佢唱嘅時間本佢點樣意見。好，等下嘅唱嘅時間可能模擬下。好，佢佢唱到樣板安尼，好唔好？好，做得。好，安子姐啊，麻煩你哦。謝謝。好啦，比賽嘛哈，比賽之前要先講一下規則的。好，加油唱到秋霞先生。好嘞，哎呦，我們偉大的李秋霞老師真的是，哇，優秀的唱不出兩個學生誒，係啊，賴碧霞先生考慮做咩呢？我跟講了就意思講啊，國寶級雙飛牛講哦，國寶級是放在故宮博物館展覽的。差不多啦，看你要去北院還南院啊。好啦。今日呢，嚟積分選起來嚟聽一禮拜。今日主題嘛該加阿娟啦阿鳳講嘅一言人團圓，叫咩？中秋節嘛，中秋節。你個中秋節的主題嘛該用歌詞描寫到今日嘅中秋節，我下個氣氛歡樂嘅氣氛用歌詞呈現出來。但是唔記得咯，聽到節拍。節拍，歌詞的內容，還有記得冇節拍，歌詞我唔記得，平常心表情非常重要，加油！其實我哋都冇聽聽講嘛嘅，就聽講加油兩隻字。今日講重點中秋節，安尼今日主題要同中秋有關係。所以安尼參賽朋友唔會帶到好料嘅東西來喎。唔就聽電影嘅係咪？講真嘅係月圓人月圓。創嘅國體以後嗬，伊會苦嚟呢。唱歌嘅啦。有請到 TV 參賽朋友林桂蘭帶來評判。好啦。
每次到中秋佳节的时间，我有啥请假会凑年新月饼，唱卡拉 OK， 我会主动很多东西本台自家先。今天来到闹热大擂台，从三个本台自家堂，心目台自家鼓励了记起，我爱你哟耶！你下你地位入奖哦。一人一半。好，干净台北赛。哦哟，你买呀？唔对啊。乜嘅？冒死啊！你讲冒死啊？我不认识国字，我不认识国字。即将进行。祝新年好，所有乡亲大家好。哎呦，来哦！哎呀，那是吧？好事在变的来哦！哇，来哦！哇，我今日中秋节做有很好啊！心想事成哎，我拿得太重哈，这真的很重哎。但是你再继续拿一下，我看到镜啊，就想要请他走一下台步。哦，上次那个哦，对呀，上次那个很滑，我很怕跌倒，这次还好。还好，来，好来。我们现在介绍这一套服装呢，我们客家界的一个流行服饰啊。那么由林桂兰小姐呢穿上去之后呢，觉得这一套衣服呢雍容华贵然后也非常适合她来穿。我们大哥行落去咯。俺哋那块准朋友，我讲到俺哋第一款重播，你冇？阿兰子，看到同欢喜。系啊。今摆带乜个东西？带蛮好料的呀。你中秋节还让带咩？食饼。你新做动的哈，你糯米的猪油饼。猪油饼。今日你咧中秋佳节有啊哈，你说食饼。太阳色子是食饼。但是中秋节今年全部是捏饼，今有是猪油饼。啊没有，哎呦，要猪油得出来。哦，今日要猪油饼来的，是一滴来看看啦。好呀，佢当年名高的呢。要油饼的哟。系啊，要猪油饼要糯米猪油饼啊，真的哦。拜油淋茶来买。哦。
好吃。真的哦，好吃了。哦，红熊。哎呦，发饼的哦。哦。来了。啊，生猛。哎，这个我好久没看，董久没看到了。董久没看，来哦来哦。这个种哈当吃的多哎。系啊。来哟。自从小康吃了这个月饼以后，我咬不断。小心你的假牙。好吃了，好吃。哎呀，真的好吃，真的好吃。来了，又好料了。又好多。哦，好。老师那边等一下再给你们哈，对，好不好？好，哎呀。还有一家意見哦，還有啥有乜嘅意見？哦，你意見懂我了。懂意見呢？哎，你等下啦，特別哈中秋節啦哈，只要搞個小遊戲啦，今年還未有呢。哦，中秋節我團靚嘅係嘛？哦，每個元宵節當團靚嘅。今第一日跟做乜嘅啊？今天當歡喜啊中秋節，落了鬧熱大隊去長山歌吼，俺睇過衝到有了，本人高興起啦，你下你掉有獎哦。呀，那蛋黃酥係嘛？係喲。蛋黃酥安樣嘅，然後有。你啥了掉有獎品哦。有獎品哦。真的嗎？有金子哦。有金子。有。唔講地波有空金子。真金嗎？這是摸一天氣哦。你玩那麼大？哎呦。真的假的？那金子是真的假的？當然真的啊！嘿，魔法你就唱的，我買的本來。好。來了，一人一半。好。乾淨開比賽。片嘢片，一模嘛吼。過癮。怎樣？你買呀？我唔知啊。哦，有個人吃菜體育卡東漢。哇！乜嘅？冒死啊！你講冒死啊！我不認識國字，我不認識國字，你看一下。做咩啊？我看一下，我不認識國字。羅斯峰先生即將進行屯林歸欄。愛的抱抱，愛的抱抱。那兩個人去解決恩怨。向你按救嘞。為了我們節目犧牲了，好了，給你抱了，來。謝謝。哎呦。愛的一個吻啊！你要什麼愛的擁吻？好啦，等你坐上衛冕者寶座的時候，我跳到上面給你抱了，好不好？好，好不好？真牙改，我抱得動哦。或者我先坐下去，你坐到我上面，哎，我抱你啊，好不好？好。來，張亞麗秋啊，先生嚟講評啊，嚟。既然吼，氣質見嚟見好咧。哎呦，有進步，唱歌嘅氣質，唔過而家今日可能係有感冒呀嘛嘅，上嘅都是有很硬的喂。唔過而家咪很做得哈，感情有啦，啊就是說上嘅都是很硬的哇哈。本而就建議啦哈，安排唱歌之前幾日吼要休息。唔好聽點，本後呢休息，你拉咧齋病咧，尤其呢種嘅天氣嗬，拉咧齋唔好食，食了以後你再食冰水，馬上就會燒到傷。我哋是啲唱歌人嘅禁忌，特別注意嚇。係你第三季講笑唱歌同歡樂，唔係同歡樂，同歡樂，歡樂，你上歡樂嚇。講笑來唱啦。其他係即係講個司機衝起來嚇，就咪行做得，所以行咧繼續加油，喺行有機會你就注意咯嚇，加油！好，來，林歸蘭的分數。
色3分，哎有机会哦，好不好？分喜啊吼，好，他很开心呢，开心哦，不要烦恼了。有机会坐上去了。有。好，哎，都是有机会坐上去欣赏啊，拍摄哈，啊，落光，哎，哎，可能真的要难记哦。我这样啦，我新娘抱着你上去啊，你好不好？好。完了。OK 哦。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啦，先同恭喜了啊！好，谢谢。回做消息。好，谢谢。一群人。风风端跳动的长水仔。等等一下啊。好可爱哟。好了，下来。朋友请带来肉山歌。看啦。中秋节係愛不卡最鬧熱，比過年還鬧熱，全部在那團圓，當然哦有6、7、13，我會煮米粉，還個煮飯人，溫先炒雞湯，大自家都冇湯能食，還有唱卡拉 OK 哦，感覺到當幸福，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中秋佳节，闹嚷嚷呐，我烫了。茶错了凉呐，几手帮忙，来准备丰盛了，俺咱那大家上两位主持人好，好，有请进。你好啊！今天中秋节啦哈，中秋节我相信啊，那所有的那观众朋友啦哈，或者你要卡就哎呀，因烤肉啊，因看的节目，嘿咯，动神气哦。哦，佢要看嘢10多曲下呢，团圆所以当年呢，中秋节应该咩样呢？哈，係特別轉去中海羅屋三合院嘅烤肉，我先生有9個兄弟姐妹，哎呦，大家嫁出去嘅土莊全部轉來，比過年還鬧熱咯，真的啊，真的。比過年還鬧熱。過年晚車，所以中秋是我們家庭的那個最團圓的時候。最團圓的，對，因為過年哈，跟嫁出去嘅全部係到婆家。過年啊，冇轉來，哎呦，哇，你差唔多一兩30歲有哦。不止啊！不止啊！要多啊？都70幾個。哇！130個咯。一年嫁出來70人嘅哦。哦，因為我先生給兄弟姐妹多啊。9個，一家生個5個，老婆。那傳下去的還有啊，像他。大姐、二姐家就有20個人啊，大大小加起來就有20個人，一家就有20哦，那2家就有40個。哇，你好鬧熱！我找到客源了。
还有买来冲片的吼，先对人都卡松去买就有味。嗯，今天的烤肉的时间，注意创一条歌诶。金棒棒棒，哦，没啦，你绝版呢？绝版。那烤肉的时间没有唱过，真的哦，就是兄弟会派一个会唱歌的，不是，就是才艺表演也有，不一定要唱歌，有扯铃啊，有吹口琴啊。慢演表演。哈，慢演表演。就是一个兄弟派一个代表这样。我那年是唱海军甜心的《海嘎梯》。海嘎梯哦，啊，今年又可以唱《望路的春花》哎哈。哎呀，也有新歌唱。还唔晓得咯？对，我最还唔晓得。赶快去买专辑，冲开赶快买专辑嘿。等候堂忙，没强迫人买专辑啊。嘿哦，莫啦，费事啦，买2种就好。哇，你看到个情况真的动脑筋，对真的动真，你得加速按导演来摄出哈，特别欢喜哈，可能讲1年就他个就电影给你哈，好，安尼来谈一下，恰吉先生，来。来，预备彭一琴设计哈，你所带来一个乐山歌，也係同樣針對咧呀中秋節嘅題目來寫嘅歌詞。今日蔡依創嘅樂山歌，我有感覺到，人嘅高音部分啊，做得發揮到當好，但是你在低音嘅部分處理都冇清講，都是會有落傷。啊，就是講你唱高音冇問題，低音嘅時間，自己一樣去控制人嘅音量。也就可能要小可注意下，還有一個美韻啊，尤其多嘅錯了無量啦，嘅到位美方，也嘅自家中氣方面，氣啊，看一樣來控制，冇到美方，知道要咳冇乜嘅腳啦。泡茶錯了量啦。也係講以後，你還要因為要六強賽，攝就相當重要，自家要注意嘅地方，希望你再加油哈。好嚟，謝謝老師。謝謝好。咁你唐德嘉義國先生建議以後，談下那個客座評審，風主先生。我咁講哈，佢嘅上任創了樂山歌，創了千好哈，佢嘅笑容。然後你嘅上演嘅表情哈，他做個到啲咧哈，更加個較好。哦，謝謝老師。廣告建議哈，係啊，謝謝。好，你就來看一下你分數一得分啦哈。來看彭玉琴嘅分數。歸蘭自控用93分，謝謝老師。哦，先恭喜，下禮拜再拼下嚟哈。好，是嗎？好嚟，回做消息。下來，副風期泰國帶來片。來談看啦。禮拜中秋節，我有準備當多嘅烤肉嘅物品，希望倆自己倆了順都嚟轉來，然後唱下烤肉，唱下來唱歌，希望大家都嚟讓我加油。中秋了。情了。
要支持你哈。哎，你好，中秋节办袂奈了嘛？普通是做自助餐当无限，有主题不下点停下。无较早无做的是做要出去三文水库了啦，都该太海公园该回家出去了错，老阿姨啦，老阿妈妈，规个全部都讲啊。也做生意的，做生意做点停下。烤肉，叫咩动欢喜啊？卡拉 OK 嘛，提电话呢，全部都。卡拉 OK 是吃脚窗啊？吃脚窗。你点东都方有装卡拉 OK 啊？有装1年半唱机。真的啊？跟人那个去，还是讲啊，像我唱歌的。做的，做随时都会唱。 6千，旁边有可以温泉的落来。开放啊，唔是6千，唔是6千，唔是6千。哈，不能冲粉去。点做得唱啊？唱，厉害。好哦，继续保持下去哦。歌也有也唱也好。啊，今天迄年都卡唱歌哟。什么主持人的调教？调教。你来调教，安尼欣赏那就调教啦，安尼。民主欣赏。来。啊，你嘅参赛者吼方启哥，非常的认真哦吼。其实头先唐一开口的时候，唱到个润米青酱。 好，所以我讲，今日分数拿真高哦，哈！但是呢，个天气机来的时间，唱破呀，唱破不但唱破呢，个诗呢就按挪啊过去啦，哈！要配乐，配好，你知唱到配好发通啦，安尼哈！你来唱靠乐，有咩做得？用言就唔可以讲一下个歌词要剔脱到，用言。 嚇，係最尾一句呢，就話歡樂一家，嚇歡樂唔係煩惱，歡樂喜歡嘛，嚇喜歡。係個最尾嘅少年開，少年了開啦，每節嘅潤是 out 嚟啦，嚇，像我做下講調嘅結果呢，一下子會貼脱到案，嚇。煩惱了一啦。 唔過還有機會啦，這個努力係想一擺按進步可見呢，非常嘅認真，嚇，真認真呢，都係一經研究，嚇，所以你上嚟台當時一隻經驗，嚇，真好，這個加強，嚇。好，謝謝老師。好，謝謝，你這個看一下呢，放棄泰國的分數一道分來。放棄分數。半夜流水。 就是按客人嚟個月光餅，月光餅就咪按到番薯餅。我可以扒一點來吃啊。怎麼樣？口感怎麼樣？我說老漸漸呐。今日所唱嘅個廬山歌啊，不管係音質也好，作為員也好，做嚟講真係千獎。 做嚟看一下呢，放棄泰國嘅分數一道分來。放棄分數。衝破呀！冇嘅，呢部係要5場比賽，還有4場。哦，拼下嚟，好唔好？好，加油！加油！謝謝。加油！哎呦！你讓80分，中央開有禮貌啲，謝。我殺啦！6歲臉帶來3個字。等啦。上到頭擺啊，按做成人嘅時節，過中秋節嘅時節，台人誰知講電咧，成人那吵架那吵架，鋪落喺馬路啊，台人打嘴鼓，成人嘅聊，過到幾歡喜呢？喺啲啊長大咧是開店，開麵包店，開到長途上行嘅咧，唔過烤肉啊。 當然咧，中秋節烤肉啊，未烤到20人嘅咧。不過吼，我幾常係當日過中秋節按烤肉咧，幾歡喜咧，新聞大家。
哎呦，主持人你好，好了又来咯。哎呀，很好哦，人家那个主持客家节目出来呢哈，特别这位有好吃的东西哈。也买饼啊。哎呀，有生肉啊，哎呀。这个就是按汉语嚟讲月光饼，月光饼就咪按到番薯饼。哦，番薯饼嘿。佢做嘛要按到月光饼的嘛意思？跳過，我跳過成年嘅時節啦哈，按農忙嘛，然後做農忙摸豆腐卡哈。家夫婦嘅成日啊，要食月餅，喺嗌到成日要當多，喺摸餅摸大家食。等陣我轉嚟食，嘿個大家要食先食好啊哈。啊，鋪錯車啦，我哋喺馬路啊哈，大家喺鋪錯車，大家錯人。做嘛鋪錯車咯？唔知咧，大家是按樣嘅咧，家夫婦哈。鋪嘅如何嘅，係錯車嘅乖乖嘅。你睇過全部按樣嘅啦，還是全部錯人嘅點啦哈。我爸爸我媽媽是三本記雜嘅月光餅，所以隔壁練啥食月餅，我哋屋企食月光餅。哦。所以是講冇去買月餅，啊，自家做月光餅的是啦。哦，買要罰錢，你知道嘅，自家做唔是錢。兄弟姊妹多咩？哦，我老多安尼一般也後生人全部做月光族嘅。所以要吃那个饼啊，吃的就有錢呢。哎，條東岸人吼吃的安多，冇問評審欣賞是會啦。哦，因為你要杜詩也會咩？沒有衝爆誒。衝爆，難怪這一趴你沒有說我來吃看看。衝爆。蔥條都唔愛做誒。我可以扒一點來吃啊。好，扒一點。扒一點，扒一點。啊，條都有條絲。怎麼樣？口感怎麼樣？好吃。好吃嗎？一點點的甜甜的。有哦。你不是要給老師吃嗎？我發現我吃了一口，覺得好好吃哦。哦，所以你要把它獨吞出來嘛。哎，你那個電動球嘞呢？你師傅用來啦。來，你講餅。一仔啲哈。啊，全部我自家做嘅哈。所以唔平常時當然都有做月光餅，是吧？都有。對。所以唔係講哦。麵包也有。中秋節嘅時節將來做完了，是吧？哦，平常時都有啦。睇過番薯啊，裝下應當食番薯啊。啊，你啊咩？你啊番薯係生時應當食番薯。你個點開到哪味啊？誒，上劍未少，台海未少，恩主公醫院地下先未少，喺富橋老街，我負責。四間啊，四間啊。四間。哦，連鎖店哦。自己家族的。哦，不是加盟的直營呢哦。哎呦，不給人家加盟，都自己做。他唱歌是好玩而已，哎呀，來陶冶心性呢。檳娘你好。公娘，我應答來了嘛？啊，好長歌咩？啊，唱成啊當上學長山歌啦。啊，摸長度啊，你啊攞嚟當佢唱。我來談公平。哎呀，有唱到帥氣的魏師兄先生。都是練小雞啊。你唱歌呢？台風上小眾喺度全部當紅，我哋分兩則新聞去講啦。第一一講歌詞，你中秋節啊，你人間嘅歌詞啊，各位歌手成日都當好。咁個唱到雖然講好啦，咁講我哋為繞口彎妹嚟講，你天意見呢？嘅讓繞嘅過了呢，有多少阿上哈？韓國嘅月光餅係講啊，月光餅吼，月光兩上吼，二聲啊，用嚟潤吼，可能就會好好。喺度長腔嚟講啦，我是本各位歌手就建議，唱歌唔是太高尚啦，總係願了扮人將，四季八節嚟彈落好啊，歌帶要分明那些啊，就當好彈。所以講我哋唱歌啊。我唱講唱每唱當係嗰種係人善名，然哈，唱嘅海盜船繞下過來繞下過，非常順嘅，繞下來擺下過啊，因為會學嘅，唔好講就講唐突嘅咁嘅方式啊，建議各位基本唱當好啦，繼續，還有時間加油。對，先再嚟談一下王公子先生哈。我感覺哈，佢每日唱了我唐到。對了位談到哈，有中秋節快樂嘅氣氛，嚇，在佢嘅上任地位度有表現佢快樂嘅氣氛。呢個成個唱了以後，我感覺感動人嚇，就感
表现伫不度歌词嘅情感啦，吼，我感觉真好。好，谢谢哈，好哦，应该吃下都好无啦，好排泄哈，白霞哈，欣赏这全部都是婀娜啊，哎呀，婀娜，新闻，你讲表又好色，嘿，好色，欣赏有色度哈，哎呀，有啦哈。你好说啦哈，好说，不过还能空中啊，我来补充一下啦哈。好，是。你第一句半夜食，咬是食，唔係食東西嘅食，食7、8、9食，再一 happy 來，閉口音也冇閉口。還有唱歌當中就加女神先生有講過，以為是叫人家屬於你嘅氣語係斷掉啊，嗬，你叻上。還有太假冇太假，還有加女先生講我唱歌，人哋是潤。上次唔是冇喜歡歌就是人家傳統文化沒掉的歌什麼事，你是衝唔上去，我哋就比較吃虧咯，加油哈！好了，考一下分數嚟，6歲點的分數。好，謝謝哈，謝謝。現在馬上到分數，耶，可以了，好，繼續加油。有改啊！我以為那麼靠近又要抱了。你敢摸？一直摸我屁股。你的身高剛好，這樣摸下來摸到我屁股。剛剛好哈。好，謝謝哈，謝謝哈，謝謝。來，上下來。鄭淑珍帶來平板。來，等下啦。中秋节是我很喜欢的日子之一，因为月圆人团圆，我的小孙子、小孙女会回来一起烤肉。今年更开心，全家可以在电视机前一起收看《闹热大擂台》。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及我的好友们都能帮素贞加油哦！中秋六的年来讲啊，也有了言呐，年下了靠那牛啊，闹见了。是变了的冲来过啊，打醉了的姑娘，一家了的烦恼路啊，心上了。两位主持人好，评审老师好。中秋节呢，你安尼主题对吗？你好多年就他今年的中秋节有蛮无共样。今年我大儿子安排我们，全家回来以后就一家就去那个现在这是你们家人 barbecue， 对，那是我全家。哦，你生几个孩子啊？我生3个。哦，所以这中秋节的时候都会跟家人聚在一起，是差不多。会呀，对呀，开心呐啊！当然开心呐。是啊。现在又孙子那么多个，更开心呐。对呀，对不对？好，那来听讲评呢，看看不知道会不会开心呢？来分享秋夏欣赏。你看苏贞吼，好多年啊，将了客家传统的创客无按用字，哦，你啊体育所有人鼓励，唔过更创更进步。啊，咁唔过缺点咪你讲话能讲，因为客户有冇進步嘛？哈，應該的。咁講今年目標佢啦，你上演吼
咁講，你說按卡卡冇不用開，你不講山啊。唱歌你說將現場嘅當做木頭人，冇講哎，我哋看到佢就會怕，冇驚。吃鹽，平常心，啊唔要緊唱緊好，你非常唱歌基本條件。熱下烤肉咧，肉絲嘅時候，我講講，你上就得睇啦。追鼓唔係追鼓，打追鼓，嚇！嚇鼓嘅時陣上面咩多少要甩體啦，嚇！一加歡樂唔係煩，嚇樂，歡樂咧要甩體啦，嚇！所以咁咪歸屬講嘅來說比較是說上面冇不用貴係咬死，因為必須是很冇錢的嘛。你哪裡有缺點，我們就給你抓出來。你講咁咪唔敢來挑戰，我就會到其他挑戰者嚟挑戰，我那邊有空檔冇。好，所以唔到嘢好多人，我是本嘅分數唔係啱嘅，所以你有目標，我空檔做出來，你他會讓會進步，希望加油！謝謝。好，安住先。好行啊！來，看不出。來看整數現在輔助。六成衣服。好，你看下建議六強嘅全部這個水準都差唔多，分數也差唔多，對不對？1-2分挺難的。哦，要難編哦。啊，1-2分哦，哈，謝謝，加油！4個禮拜，加油！好了，好，謝謝。回座休息。3下隊。范晴惠帶來老山歌。台式嘅嘢啦，在過中秋節，我會聽人後生人向下去路上，同我哋係聽人後生向下出門去互動嘅時節。我哋心情，我哋觀念會改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來讓後生人向下出去聊，然後點樣我來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中秋明月，挂天边呐，全家了。福乐啊，闹渐渐呐。千年万年，講唔清啊！日家了。团圆呐，将神仙呐。看這幾個重機油嘅作法，你看重機油全部都按呢作嘅。前面牛仔褲做了嘛，好看。一送係咪咁樣？他唔會快啊！真的嗎？哎呀，我塌過啦！看來塌啦！
我上白半片的，还唔讲诶。冇玩過然後再還是做下過啲。哦，做下過，下巴都好食。所以其他的時間咪要做下餸是吧？有啊。哦呀。啊，中秋節行肉嘅時間要做下餸冇？啊，中秋節。中秋烤肉嘅時間。烤肉冇啦，人可以休閒些。啊，中秋節大部分去哪條？每天啊，有時就露營啊，會露營。歸家出去啊，你搭帳篷啦，部門那條。係啊係啊。哈，哎，你嘅啲做咩？很多啊，佢上次我哋是愛見嗰啲人彈㗎，有啲彈水的有。哦，啊，糖水迄個。係啊係啊係啊，很多下練線。哎呀，人摸誒。愛順五。我愛順五。順啊。哇。一啲哪度？啲哪度？推動啊！福島推動去哦。係啊係啊。阿曼園哦，福島推動用嘅去做蘇花公路。誒，蘇花公路嗰度。一啲南部去。冇，即蘇花公路福島去推動啊！係啊係啊係啊。都為到中秋節烤肉啊！係啊，跳熱啊，跳熱時嗰時。行了啦，啊，拄好去到啲安發嘅蔬菜又順便行用啦。真係幸福啊，幸福！哎呀，天然好生意啦，好生意啦都八邊嘛。啊，你天然魚。天然魚料。所以中秋節哎呀，真歡喜嘅日咧。就有的深夜慶好了嘛，做烤肉。係啊。所以有場時他也唔是烤，因為深夜會烤。烤完就做設置會。好嘞。沙哈啦，溫到恰克嘅先生。好嚟，今日你參賽者也前開過嗬。你今日所創嘅廬山歌啊，不管係演繹也好，係做演也好，轉嚟演也好，也講做嚟講轉嚟親講，嗬，做嚟親講。但是還有一點嚇，要同講一下，起碼講呢，你在個人部分同樣做嚟處理都當好，啊，但是你在大演嘅部分，同樣我有一個辣演。我辣就從人講，就講必然樣啊！咁樣情形，你自家在專業嘅時間，係你要多少注意下，因為往後也你講嘅每一次一個分數就關係到人以後分數，嚇！希望你再加油嚇，加油加油！謝謝。好，謝謝。好，按這個看一下分數來。翻請看一下分數。啊！恭喜哦，按5分哦。哦，厲害咯！先恭喜，好不好？謝謝。好，繼續加油哦。下禮拜再拼下咧，哈，來回做休息。還有當到朋友好唱歌嘅哈，我相信你也咪當上我哋參加比賽，唔點樣就報名。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傳真天發0227778231。等一下就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我哋，咁啊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子生。希望先生，多謝小康。謝謝老師們。好，同時大家唔記得啦，下禮拜公益嘅時間嘅時間呢，鬧熱大擂台，鬧熱共下來，再見，拜拜。春是你写的批，一日一日受着洗，我咧经过。茫茫的春花，无声的切，风雨声伫伊的心内飞。
人生等待算风过，一生望你来作伙，不敢忘袂记时间凋零的情话，留着昨明甲海誓，寄予天顶的明月，放雨飞，飞向你的心肝底。望路的春花，无怨天地，人生。